来看立营航空昨暗一架飞偏乌的飞行机，伫咧台北松山机场要起飞进前，有旅客讲看到飞行机咧庆烟，佮闻到真插片的味，甚至无法度喘气。立营航空表示是空调设备各样，所当时有选换另外一架飞行机来载旅客。机舱内底规个烟，旅客拢真紧张，有人大声喊温度咧压悬。了后，机长公布状况已经排除。气的关系，造成一些味道的散出。那目前情况已经解决。旅客讲，这班飞行机是要飞去偏乌，B7819的航班，拄要起飞的时阵，就出现插片的味，还佫有大量的烟闻出来，甚至有人头壳晕无爽快。虽然机长讲状况排除，不过所有的旅客要是讲要落飞行机，烟雾状况确实是弥漫到。连我这一种可能气管比较不好的人是会有点无法呼吸的状况。我们向他比叉叉，对，那有些人已经有点尖叫或是嚎哭。后来是还好，机组的2位小姐有帮我们去反应。针对这点，立营航空表示，2时为台北飞去偏乌的 B7819航班，若要起飞的时阵，因为客舱空调各样，考虑安全，飞登去停机坪检查，派另外一架飞行机载旅客。2时暗已经到偏乌，造成旅客不便，感觉真失礼。另外，平安暝中型 BR06 航航飞去洛杉矶的飞行机，伫半中途出现各样的信号，因为考虑安全，转降到关西国际机场检查。有旅客看到施动时，飞行机的机室顶悬有气体喷出来，有经技术分析，这是飞行机当伫咧下油。原因是因为飞机都有它的最大落地重量，好，那么如果飞机在不是那么紧急的情况之下，它必须要做落地的时候，那机长就会考虑把这个油量放掉。中央航空表示，迄当阵已经有派共机型的飞行机去台办载旅客，伫咧旅客停候的时间有提供参观，造成旅客不便，伊嘛有回失的。记者综合报道。